虽然你说呢，你要只求一，弄你背了还叫的，俺只要牌子，就还得俺只要品牌，弄你背了还叫你。你说特别是说这些俺只要牌子呢，牌子的话，你还牌子的话，就要还得，就一种能叫你保个你牙错牙，个要整了到保环到，这个牙错牙那别的了，你要环到你保环到，这么环到能保，就那你就要你个那你牌子。像你那边要中国人说对呀，你那个有么东西啊，这个么少网上么东西啊，个就可以么淘宝可以么京东啊，大个可以么线下么东西啊，个可以么沃尔玛啊，可以么家乐福啊，么要超市里啊，你叫你就一路牌子啊，你像你叫好饮的话，你要好饮啊，有好宝宝要好酒酒啊，你宝宝的酒酒啊那一种你就要牌子。一些本事这些一路牌子像你要我家伙拿你，一路牌子要我家伙拿你，那你把翻成北卡了还，以后就还得个你牌子就个路牌子你就么好多人着落一指一样，就好多啊个着其他指一样，像你个着落一样的莫炒的莫烤，你个你炒的个你烤着落家指一样，像有好多，那你就牌子的话个有没好直通的像你落家。大第二大个你牌子就个要整大了，就有整着了年嘛，但整着了年的话，你贴里个你牌子贴里么个，大第二就么个整大么大，就能到包到哪，大贴里包贴里么到大路贴里包，大个你牌子贴里称一路就贴里和牌子，这好的话就个路牌子就你只还得个叫牌子一朝就路就能就一直叫，但一生能一直叫，个可能就还得你要一段时间啊，你一头记录里头胸部啊，但你就是叫大了就个必须就还得这就能个有么的东西的。这个要错呀，随时等人的好么子呢？你要用到个你牌子，要按指带一下头呀东西就叫到个路牌子。但你一些本事还做好你的话，一些本事了还是本事了，就一路例子就一路例子的牌子，这路例子里面背了举路例子里面就路的可口可乐还得叫国泰，还别经常么话可口可乐呢，那你的话就要叫。大概100多年前嘛，可口可乐的公司里面的可口可乐你喝大了饮料一种醋，叫一种醋还是叫了好嘛，可以烤么肉呢？大陆就一直摸着好久有店，然后摸水了，但大家没一顿能，这样的种醋呢，这就能摸么子到，但随便摸的改名字的话，可以叫了好的可以叫两黑你的，但你开始改就可以变成就摸的变成一种。饮料，它就可以一种，就可以啊，搞你说啥，它可以好，可以降温的一种饮料。但大家开始在你二战多久的时候，在美国就就要开始摸着你摸到这督察，这样摸到这军队叫有人我们找路要多久好，但你叫可口可乐你叫能么着头，叫军队的督察你么着头，但了就叫可口可乐就么着头，但了就。包种可口可乐呢，就开始传播，你要弄点对你好的传播得了的。大家没可能最成功的就那路品牌的一路牌子嘛，就你营销方案就要我家伙落保路牌子呢，你要加一路故事里嘛，你这路牌子呢叫国泰你要我家伙我那里呢就要你要一路保密配方嘛，你叫保密配方呢就莫烧着一壳。就没烧的了，直接就包，但老师直接叫保密配方的老师直接。但你的话叫你一家就宣传的小段的手段是，查的你大概要对我成分的你大概要能力包，叫个啥我的话，但我成了牌子的话，故事要个有家常的一样的话，你只可能能包便宜下的，查个让你家样的故事就成功的呢。但你叫你的牌子加你。故事，但来这好多人一下子就保你，但是最主要叫你就发明中国泰的可乐呢，你查到个当年还是百事可乐啊，还是其他可乐啊，底下你啥么整叫可口可乐叫市场里头里整到了你喝中国泰喝可乐呢，但一些被加上你但本事了，总结叫以后了还是一路牌子你我家伙这里成一路牌子呢。
giờ ít lúc phải dân đi hỏi nếu muốn đi nhà giữ đi cháy được nè giờ đa tổ đi nhà rong đi nhà là tin chưa là mới sẽ có một chỉ mò là tuần nào đi lo sự nhỉ khi lúc đấy là rong ngồi ta lúc chính thành cho to tuần này nhỉ đi chơi là đi giờ phải giữ giờ để cháy được nè nhỉ giờ có bao nhiêu lúc nhà giữ từ là trước khi họ đi ý hoàn này giờ thì ở họ đi hỏi giờ là gì có lúc phải giữ này有梦做好对大陆叫的礼包，但有叫主要后头叫的礼包，你但你看那的二号，但第八看的话，你个路牌子你这个有，你直接报价路一模，你直接到了这个路牌子你的话，你才被模拟考啊，第上面一扎勾啊，那么一路叉啊，你的你这牌子。那侬你考啊，还牌子的啊只要品牌你被结束还才好呢。